多谢明俊来关心咱国防的消息。今日又有中国的战斗机来扰乱最近上我这个花莲的，敢若39海里。中国对台员工时呢动作是有够济，针对进前有中国一个查甫人，这使快艇直冲到淡水河这个河道这个代志，国安局长蔡明干怀疑讲，这背后有可能有组织、有系统性的规划。国防部嘛针对这个代志表示讲，有可能这是对岸呢，咱对咱的普设地带你做扰乱，外界是烦恼讲，若是讲敌军为这个淡水河口经由关渡大桥直冲到台北市的话，那呢效果会不堪设想。针对这点，国防部强调讲，会甲海事处密切的合作加防范。无论是2002年汉光38号军演，国军无记敌军侵入台湾北部，海沙部设真侪种阻挡设施，海军的快速玻璃艇伫咧淡水河口外海抗水雷。或者是2023年汉光39号军演内底，国军伫咧北里海沙部进行联合反登陆作战的操演，这拢是因为淡水河口是咱台湾重要防御重点。如今说中国查甫人使军艇冲到淡水渡船头，引起国安的疑虑。国安局长蔡明干嘛怀疑，这背后可能是对方有组织、系统性规划，国防部高度戒备。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灰色地带，我们都没办法排除。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，在做司法调查当中，不只是单一台北港这件事情来看这个事情，会从整体的台湾整体的海域防御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。国安单位批示变个正案，毕竟军方人士捌讲，为淡水河口到干道大桥敢若8公里，离总统府含重要所在敢若超22公里。若无坚守淡水河口这道防线，互强军弄来台北，效果得真惨。从金门的离岛到直接进入本岛，到直接进入我们的首都的输入区，那就代表说它是循序渐进，是有战略战术型在规划。我们双方是签订有相互的一个资源协定，海上只要有不明的目标出现，我们双边都会做一个非常绵密的勤传。对岸防务地带不断侵扰，国防部和海巡署联手，军方安排真侪兵力，牵涉到国安是袂当无重视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